歡迎收聽思前想後天馬行空，賽後講兩句。即係琴日講開 Tesla， 有個網友咧有留言喎，網友 Ben 關好耐冇留言啦。佢用自己嘅星鏈，即係 Tesla， 中國用自己嘅北斗衛星，明白？小米撞石，因為修路測量到後轉為了人工，即係話條路修路，嗰個小米架車 test 到佢有前邊有修路，就掟翻俾個司機自己揸。個人控制反應差，所以就撞上啦。即係個司機接手咧反應差，所以就撞咗啦。話車毀人亡喎，成架車撞完電池爆炸，鎖死道門，3個人燒到碳化喎，幾廿歲嘅女仔燒到變嚿碳化喎，幾慘你諗下。即係基本上大陸經常電動車都出事啊。跟住阿 Ben 關講話無人駕駛始終未成熟。冇錯啊，尤其係高速公路更加危險，啱啊！市區速度80米內可控。即係我睇咗啲小米嘅時候報告喎，佢話架車咧最尾個測到個時速係116公里。咁我又點去理解呢件事啊？一個鐘頭行116公里，一個鐘頭60分鐘，1分鐘係60秒，即係一個鐘頭有3600秒。116公里即係咧116000公尺，將116000公尺除咗3600秒。係咪好神奇咁除？即係每一秒鐘行32.2公尺，即係我哋記呢個數啊。佢小米嘅報告話，當晚嘅車晚上10點44分24秒 check 到前面有路障，改為人工駕駛。嗱，呢個改為人工駕駛，佢寫嘢有問題喎，冇話佢主動改為人工駕駛喎，所以個司機夾硬調翻轉人工駕駛。44分24秒 check 到有道障，改為人工駕駛。44分25秒開始扭軚，司機扭軚，即係司機唔扭軚，架車直撞埋。點知司機咧接咗手一扭軚，一扭多咗。本來個路障喺直前方嘅，佢向右扭，應該係扭一條線嘅啫。佢唔係，佢扭多咗，直情撞咗埋欄度，撞咗隔離帶。撞嘅時間咧44分26秒，從 check 到有路障到扭軚到撞得2秒，即係話你嘅人工駕駛智能駕駛臨撞2秒之前都仲未釋放俾個司機。俾個人工駕駛司機主動，即係話佢冇主動架車係直撞啊！即係頭先咪計過嘅，1秒鐘32公尺啊嘛 ，check 到任何人就係扭軚，係2秒時間，即係64公尺。64公尺嗰陣時候，架車都仲未 test 到前邊有嘢喎，你話死唔死？即係學阿 Ben 關話齋，時速80公里下可控，而家撞都係116啫喎，佢最尾 test 到係94公里。因為呢個人工智能車咧喺60公尺咧仲未 check 到前面有障礙物。咁當然啦，呢個距離喺咁高速之下，梗係好短啦。但係如果你開緊係時速30公里咧，咁啊冇問題喎。即係如果開緊時速30公里，即係每秒鐘行8公尺，咁你前方60公尺嘅地方有障礙物，你仲有成7-8秒時間俾你踩 brake。呢個人工智能呢個咁嘅小米呢個系統喺30-40米之下行咧係安全嘅。即係我琴日咪講嘅 Tesla 嗰個系統同大陸嗰啲電動車系統係唔同啊。Tesla 嗰架叫做電動車，佢而家想改做智能車，即係智能電動車。大陸嗰啲係全部係電動玩具車，但係佢哋咧將個名改做，佢哋將電動車同個智能車兩個名咧混淆咗佢，即係等人哋覺得智能咩電動車等於智能車，智能即識自動駕駛，其實唔係。大陸啲車冇一架識自動駕駛，佢哋全部靠寫 program。靠預先 set 定晒啲 sensor。如果喺市區走專項路線嘅話，安全度係9成半以上，9成半啫喎。你突然間有個人衝出嚟，佢一樣會撞死你嘅，因為佢反應唔切嘅。但係如果喺離開咗個專線喺高速公路或者中國任何一地方行咧，佢靠嘅唔係靠北斗導航，北斗導航等於係一個 Google Map 地圖，即係我哋唔識路，我哋喺個手機度打開個導航系統，佢即係講俾你聽，你係咁行啫。即係你就等於一架自動車，佢講俾你聽你要依循呢條路線行，即係北斗系統就俾咗個路線圖俾架電動車，佢就按住呢條路去行。但係呢條路期間發生有啲咩事，有啲咩障礙物，北斗裏邊係絕對唔會有提供俾佢嘅。點解呢？因為你冇理由一架車同一個衛星係單對單交流噶嘛，除非你一架007 James Bond 架車，如果唔係你冇可能啊。即係你一個衛星點可以服務
無限多嘅汽車咧，呢個絕對冇可能做到嘅事。咁你個衛星你個衛星裏邊嗰個算力嗰個系統點樣可以同時間可以講俾成千上萬數十萬架電動車？你呢度點嗰度點？呢個絕對係冇，完全係冇拉更嘅事。即係個北斗導航，只不過係一個 Google Map， 同架車撞唔撞一啲關係都冇。架車會唔會撞？會唔會停？會唔會轉彎？會唔會應變？全部係在乎架車本身嗰個人工智能系統。即係大陸嘅做法就係寫定晒啲 program， 成架車裝咗幾十個 sensor， 但係呢個 sensor 似乎測唔到前面路障，亦都俾唔切反應，俾唔切相應嘅時間反應。即係點樣相應時間反應？架車行緊30-40公里，前面60公尺有障礙物嘅，你掟翻架車俾個司機自己揸翻，你搞掂翻佢都仲 OK， 仲嚟得切。但係如果你係行緊100幾公里，60公尺前嘅障礙物只需要2秒鐘就撞嘅，你再掟俾個司機，你都根本係揾嚟搞。你話我唔掂，我你加翻你事，呢個此其一。但係佢都唔係喎，直情唔掟喎，架車直衝喎，係嗰個司機發覺續2秒，即係2秒之內再唔接翻手咧，就會即刻撞到散晒。夾硬轉翻做人手操作，喺1-2秒之內太緊張，扭過龍就撞咗埋石壆咁解啫喎。其實小米電動車喺大陸嚟講算係 OK 嘅，即係電動車大家都會 OK， 但係智能系統咧算係合格。合格咩咧？即係你開30米應該冇事嘅，即係比亞迪嗰啲又比佢更加差。即係 Tesla 完全個操作系統係唔係咁操作 ？Tesla 係智能化。我琴日冇講過嘅 Tesla 淨係裝6隻眼啫，即係嗰啲智能感應元，佢慢慢學習。真係一架智能車嘅話咧，佢個導航系統亦都唔係星鏈，即係只不過我唔知係咪星鏈定係 Google Map 定係咩啊？只不過提供一條地圖俾 Tesla， 絕對唔會教 Tesla 點樣架車點樣去避障礙物，因為冇可能啊！你有人衝出嚟，有隻狗衝出嚟，你點反應啫？你根本反應唔到。呢個衛星點可能同一架車服務咧？冇可能嘅事。即係中國其實幾十個省、幾百萬條村、幾千條公路，每條公路有幾成千上萬嘅車，每架車亦都隨時有曱甴衝出嚟，有狗衝出嚟，有貓衝出嚟，有人衝出嚟。你個衛星咪爆人都癲，你個衛星黐晒線啦，出晒煙都搞唔掂。你嗰個 Tesla 係靠自己個智能系統，從錯誤中學習，慢慢累積嗰個數據。呢架係 Tesla 嘅車咧，佢就會一早咧喺呢個前邊，大概應該係10秒鐘之前，應該係不論距離，應該係計撞嘅時間，係要你嘅距離乘你嘅速度而得翻出個時間。即係話喺前邊譬如講5秒鐘前或者8秒鐘，唔係5秒鐘後、8秒鐘後有危險嘅話，佢即刻要作出反應。如果唔係呢，根本就唔係智能車。所以我話 Tesla 係會贏緊，人哋會慢慢進化到咧，好似一個新手學揸車咁，到最尾佢變咗個老司機。而大陸嘅所有智能車或者全世界嘅所有智能車，佢哋都唔係用 Tesla 嗰個系統，佢哋用 sensor 用寫 program 嘅係永遠都係一架玩具車，永遠都只能行專線，同埋亦都唔可以應付突發嘅事。即係可惜係一架贏緊嘅車，股票會大漲嘅車，呢啲咁嘅公司係呢啲咁嘅癲佬可以創造呢咁嘅程式。但係呢個電腦亦都會搞到呢個世界亂晒龍。到底個公司發達之前，佢啲車會俾人全部燒晒咧？我真係唔知。即係如果 Tesla 而家進度大概半年到1年到年半度啦，真正係一架自動會行嘅車。你諗下，依架咁嘅車喺呢個市場上邊係咪全部殺晒所有人啊？即係所向披靡，啲股票咪賺到爆咧？但係偏偏而家啲車冇人要，你話你係咪幾諷刺呢個世界？網友 Choron Park 2個紅心，2個放煙花，大家留言係啊，冇錯，你第一個留言啊。跟住 Angel 佢話佢第2名係啊，你都係第2名啊。然之後佢講話開住電氈暖粒粒，一路聽住先生講古仔，一路也多謝先生嘅製作2個紅心。網友 Rocky Angel 妹妹，你住喺南極咩？乜要開電氈？我今日想博陽明倫嘅赤馬雄風穿梁家俊嘅樂勝天下11倍穿5倍，你有冇腳提供 ？Angel 話唔按啊，奇兄唔使住南極嘅，收工攰到死，有乜好得過沖完涼跳上暖粒粒嘅被鋪，一路聽先生講古仔，你都試下。咦，佢提供俾阿 Rocky 喎，9場4號希斯有愛心得。阿 Rocky 話好喎，咁好啦。蔡假博士生放煙花生紅心，都係蔡假博士生放煙花生紅心，幾好 double 留言。Kevin 張支持先4個紅心生放煙花，多謝 Kevin。網友 Ivy
嚇兩個唔好意思公仔，近來望碌手快快就撳咗出個煙花出嚟啦。今次補翻啦，俾翻6個紅心，6個放煙花你，好啊，多謝網友 Johnny 張3個手瓜3個放煙花，多謝 Johnny。跟住咧係 Jimmy 3個紅心3個放煙花，多謝 Jimmy。然之後網友 Rocky 先啊，第8場銅鑼啊，你買幾多？我買多你10蚊。同埋咧買多20蚊 Q， 係啲傷心嘢唔好再提啦，大家。網友知嬲3個紅心6個放煙花3個紅心，多謝啊知嬲。網友於雍確3個紅心3個放煙花，多謝於雍確。然之後 Peter 喎，多巴先生都係直線力38號飛區嘅同主馬，話咁多馬嘅咩佢？唔知會唔會旺到連呢隻都搞掂呢？跟住係網友 Godwin， 師哥早晨謝分享，好啊，多謝 Godwin 啊。網友宋最興騎師王買田泰安，練馬師王買偉達同埋游柏榮可以玩下，游達榮唔係游柏榮。呢個仲有提供喎，金晉升駿馬之星爭金奪冠，冇乜 win 上，但係位置可以試下3700。網友金貴長升3個紅心3個放煙花，多謝啊！Cousin 留言喎，馬尾之威我睇多鋪先，你係聰明啦，頭2場都係唔落注。睇2場咩環境先？係喎，你中咗啲飛，我黏咗喺貼文區喎。網友兩毛4個紅心5個放煙花，多謝兩毛。Cool 之時5個紅心，多謝 Cool 之時。跟住 Tony 啦，早晨啊師兄，多謝資訊啊。其實無人駕駛唔係咁簡單，因為保險啦、意外啦、責任問題啦，喺外國咧好多都係國內冇咁嚴重，所以國內可以推行，外國暫時都唔可以推行。梗係啦，睇小米嗰單嘢，即係保險公司點幫你報啊？點報啊，大佬？網友 Philip 咧4個放煙花，多謝你啊！即係貼文嗰貼飛嗰度咧，阿 William 咧唸咗成紮飛出嚟喎，收成6600蚊。佢話就我係咪發緊夢啊？係啊，你瞓隻覺有錢贏，被動收入啊！然之後另一個網友 Philip Ho， 佢話繼續贏波賺馬本，好啊！Walkie 有留言喎喺我貼飛嗰度。先，你睇人哋啲衰嘢準都得人驚，梗係啦，因為我都係嗰啲衰人嚟噶嘛，所以我睇啲衰嘢咪得人準咯。唔係衰人點去了解衰人嘅心理咧？係咪先？特朗普係白痴，係啊，神經啊！你冇讀過書，傻佬，咁有錢應該可能喺屋企讀書啊，分分鐘小學程度都冇。話你爛到又中，告仔戰格勁準，即係告東尼真係離晒譜，又咁衰啊，出咁多馬害人，真係離譜啫。我奇話多謝聲，如果係之前最後一場一定屙煙告仔，話好熱賴嘢，好在想起你講，令我想起告仔為人仲賤格嗰鄭俊偉、丁健豪同埋阿 Rocky。馬上熄機唔到，醒目啊，慳翻啲注碼，星期日再嚟過仲好啦。日日都廿蚊獨贏，你搏嚟做咩？留翻星期日可能買啲冷嘢仲好啦。網友 Cousin 佢連咗張飛喎，佢話金晉升偉達啊，我雖然10蚊注啊，但係都好開心啊，因為捉到6有腿脫埋局。即係尾場佢話：哎呀，條正 Q 中唔到，仲話仲條位置 Q 得60幾蚊，即係太易穩搭樂勝天下係嘛？再嚟呢位網友英傑喎，連咗成4-5張飛喎，但係佢冇留言，今次又贏多2900幾啦。英咗有飛連喎，諗到騎師練馬師王大方向，但係投注錯誤。騎師王嗌少禮先最尾補飛補緊20蚊好啊，有幾嚿水。即係最尾練馬師王即係其他佢開30倍開飛啊嘛。我睇過其他啲馬係唔得㗎。當然佢跑得好可能啊，嗰啲會跑第一，即係快樂奇兵跑第2變第一，新力跑第2變第一，咁都得12分啫。但係呢個12分喺呢個投注習慣之下咧，即係咩叫投注習慣咧？即係我又好，譬如我每次我係買3萬蚊馬，或者我每次買1000蚊馬，我有屋企人每次買成皮嘢馬。咁每次你根本都係買咁多注碼嘅喎，你唔會特別興奮，亦都唔會特別唔興奮嘅喎。即係基本上你每次嘅習慣，你就會買差唔多錢嘅投注喺每日嘅賽事裏邊。練馬師又好，馬夫都好，佢哋基本上都係咁樣買嘅。問題係呢嚿錢買喺邊度咁解？好啦，即係佢按平常心咁樣投注，呢啲咁嘅快樂奇兵啊、新力啊，竟然喺個總嘅練馬師王嗰個投注額裏邊咧，令到個其他去到30倍，即係唔係話其他啲人知道告東尼唔得，而係告東尼佢哋自己買少咗，即係告東尼個總投注額買少咗。點解佢會廿幾蚊嘅？咁啊，即係話咧，由12點鐘到5點鐘買告東尼啲 Win 啊、孖寶啊、Q 啊、Click Clack 嗰啲咧，
係我哋咯，唔係佢哋咯，咁死唔死？即係然之後，琴日睇你翠美蓮馬師王咧，覺得偉大係有警棍嘅，因為偉大係9號啊嘛，25倍，實務蘇偉賢25倍，三文家良25倍，以為有啲馬最唔吸引眼球，但係佢同佢哋同飛，即係所以偉大應該有警棍。可惜嗰啲警棍咧就唔係大學生，係其大學生以外嗰啲馬，你話死唔死嘅？即係唔通我都要遞減法逐隻買，就失敗。再嚟啊，跟住啊希斯，因為希斯咧係咪15倍啊嘛？我話唔係姚本輝插隊，係希斯掉隊嘅，即係果然希斯咧話死得轟轟烈烈，直情啊！即係呢條友希斯0分嘅諗死要出咁多馬，真係離晒譜，絕對係一條害人精。即係我話希斯係掉隊，唔係姚本輝插隊啊嘛，所以咧即係姚本輝你可以買佢，但係唔好太重視佢啊！果然姚本輝琴日咧即係竟然死得最熱嘅啊！有紅利，呢啲友真係離譜啊！好，翠微騎師王，即係琴日覺得嗰個其他嗰啲賠率咧偏熱啊，查唔到邊個最多馬最似表面最似嗰個叫做蔡明紹，但係我覺得佢啲馬係唔得嘅，所以都係唔會要。然之後自己中意嘅鍾易禮隻華美之威，點知佢一開飛咧100倍，即係死得，因為咪講過嘅，即係你點都要60倍、65倍啊、75倍最盡啊！你有100倍係冇影嘅，即係就算有都係得233啊！哇，果然翻去直路散晒成隻嘢，然之後睇得出嚟咧，最好嗰個有啲警棍嘅就係班德禮，當時係16倍開飛嘅，提議你啊，即係買自己嘅心水啊！但係我中意大學生啊嘛，同埋偉大一齊掟，唉！好，第一場華美之威。獨贏位連贏全部似，當位靚，跑翻嚟跑第6，入到直路咧就冇食飯。咁你事前見到個騎師王唔似就知道佢係唔去嘅咯喎。第一隻買1052磅，而家49，算埋今場又減2分，即係47，繼續追住買。跟住第4場，即係聶寶強唔使講啦，咁樣出閘咁嘅飛，輸咗冇嘢講啊，佢係咁多料啊。咁啊嘉應威風咧。即係而家43分，輸埋呢場41，睇佢款想落班喎。即係今次即係買佢都諗住穿下賽啫，而家唔係，佢都唔係嗰條心。咁等落5班再咁啦，下次都係唔好理佢。好，第8場，即係成場馬咁快步速咧，即時時精準都仲可以捱到翻嚟跑過第2咧。即係咁 OK 喎，呢隻馬即係長買冇問題喎。大學生尾3 10倍獨贏，位置25-6，偉達全日搏殺冇影，跟好位翻嚟散晒，即係唔係主動慢放啊，冇咗嗰個優勢，差嘅嘢，認真難搞喎咁樣。即係喺大學生買錯馬，即係冇乜解釋㗎。好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